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2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產。這兩天備受大家矚目的就是萬科萬科這個所謂的房地產優等生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12月2號，交易所債券市場收盤，萬科多隻境內債券延續下跌態勢，其中21萬科06跌幅超31%，21萬科02跌超25%，也就是繼續下跌下面還有跌17%、16%、14%的。本次債券下跌與萬科償債壓力以及展期方案密切相關。萬科擬將12月15日到期的20億元中期票據22萬科 MTN 004展期1年，該方案被認為是力度弱於市場預期，疊加公司前3季度淨虧損280億元，現金短債比僅 0.43 的財務狀況，加劇了市場對其償債能力的擔憂。此外，萬科12月還將面臨合計57億元境內債到期，短期流動性壓力顯著。最主要的是債權人已經出手了，開始查封他的資產，對吧？昨天一筆 5.7 億元的股權被凍結，所以這家曾被奉為地產優等生的巨頭，而且恒大爆雷以後這個救樓市資本市場，對吧？證監會、央行、各大銀行主要施救的對象優等生萬科，現在救了4年之後即便由這個深圳地鐵、深圳國資委在背後力挺，對吧？有能力、有資金、有決心保住萬科，現在正迎來史上最慘烈的股債雙殺，揭開債務冰山的一角。傳言中的市場化破產背後是超過1500億短期債務缺口與國資救援的極限博弈。這個萬科它這個債務展期實際上就是宣告爆雷，也就是還不起了。這個所謂的22萬科 MTN 004這個到期，你給人家展期1年，而且這中間是什麼都不還，利息也不還，本金也不還。我記得融創好像是展期的話，好歹利息給人還，本金不還。這萬科這是最狠的，就是1毛錢不拔，沒有，就是延1年，1年以後再還。那麼這1年內所有的債券都得展期，因為這個一般的展期條款就這樣就是你給我展期1年，那這1年中如果你有錢，你優先還我，這沒毛病是我先到，對不對？我先到期你不還，或者明年1月份到期了，你到給人家還了，那叫什麼事所以像這些展期條款裡面必須有這個，就是你有錢你得先緊着我還，那就意味着未來這1年裡面到期的都是展期，毫無這個例外，而且展期都是1毛錢不給這個。所以它的債券今天是暴跌這2天說實話地產股還在反彈，這個地產股反彈的邏輯我也沒看懂，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反彈，有的股票還2個漲停，看不懂。大概其是看到這個優等生萬科現在掉坑裡了，掉懸崖了，看你救不救。也就是你看有一個人死給你看了，對吧？以前這個恆大死給你看你不救，碧桂園死給你看你也不救，這回你親兒子死了你還不救嗎？對吧？萬科現在是國資大股東是深圳地鐵實際上就是深圳國資委你不救嗎？你要救，那後面咱們都得救，是吧？所以這些恐怕都在賭這個賭這個上面要救這個親兒子。那大概其實這樣，要不然不可能這麼狂歡呢。這邊是萬科，對吧？這個股債雙殺，那邊是地產股居然還連連反彈，還逆風飛揚呢。這個萬科倒下，哪些金融機構會慘呢？昨天咱們介紹了有一家這個基金逆勢加倉萬科，港股現在估計褲衩子都賠沒了，到時候要清盤，它不停的補倉，那是股市資本市場，那個銀行呢？債權人怎麼辦呢？也就是萬科接下來爆雷，哪些銀行受影響比較大？那當然了，就是首先是誰借的錢最多，那誰損失最大，對吧？影響最大。第二個是誰的風險敞口大，誰風險就大。也就有的這個銀行它的抵押物有可能是不足，或者抵押物对吧？没有那麼硬。你抵押上海市中心的一塊地和抵押這個南昌郊區的一塊地，這倆是能一樣嗎？對吧？就這個邏輯所以說誰的風險敞口大誰倒霉。
誰貸的款多誰倒霉。那照这麼看的話啊，根据這個萬科自己披露的，那首當其衝的恐怕就是平安銀行。這個平安銀行啊，是中國隱形的大地主，哪個房地產開發商都有它。這個平安銀行與萬科的關係可以說啊，是穿一條褲子的程度。根據市場傳言啊，平安銀行借給萬科的錢，包括各種貸款和債券投資，一度高達500億，占了他所有房地產貸款的30%，也就是平安銀行的30%的這個貸款啊，但是不是全部是貸款，它有各種各樣的投資啊，給到這個萬科，你看占他們的30%啊。那就相當於啊，把雞蛋放在了一個籃子裡。如果萬科倒下，這筆巨款恐怕很難收回來，即便收回來，那打折也打得很厲害。平安銀行的損失將會是天文數字，甚至可能影響到它自己的經營穩定。那緊隨其後的啊，就是招商銀行。招行是萬科的大管家之一，2024年還牽頭組織了一個200億的銀團貸款給萬科，你看看。對吧？這是閉着眼往火坑裡跳啊！2024年了，還聯合好幾家銀行一起借錢給萬科，這筆錢已經給了100億，萬科拿自己的物流業務的股權做了抵押。那萬科要出事的話啊，這筆錢那肯定是回不來了。物流業務的股權你能處置成幾個錢呢？非上市公司的股權你就叫了勝於無啊，就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這個企業好的時候，你說它值10個億也行，100個億也行，1000個億也行。這個企業不行的時候，那股權1毛錢不值，是個燙手的山芋，明白了吧？股權啊，就是萬科持有子公司的股權，你這個把这個抵押給招行有什麼用啊？那個子公司一算資產是負的，那你的股權1毛錢不值，那保不齊你還得掏點錢出來啊！這個在中國是很有可能的啊！哎，這股權押給你了吧？你到時候你還得掏點錢出來，為啥呢？那下面職工沒錢發工資，不穩定。大家還記得那個百度跟那個吉利兩人投資的那個叫什麼吉悅汽車吧？吉悅汽車暴雷，工資發不了，那不就是大股東、二股東掏錢嗎？把職工的工資給發了，欠薪发了，否則的話是不穩定的啊！所以在中國不是完全按法律來，所以說就是說你要拿了人家的股權，你還說不定還招上市了。第三個就是建設銀行，建行和萬科是老搭檔，合作歷史非常久。那個九哥對吧？那個祝久勝就是建行出來的，對吧？這個就不用說了，對吧？那肯定跟建行裡面那個彎彎繞，對吧？不少啊，勾肩搭背。這個更關鍵的是，2024年他們還一起搞了一個100億的住房租賃投資基金。那這個萬科一倒，這個所謂的基金也打了水漂啊，對這個充滿希望的新項目會瞬間崩塌。對建行來說啊，也是舊傷未癒，又添新傷。這3家是大頭啊，剩下的小銀行那不少幾十家呀。比如交通銀行給萬科各個項目提供了好幾筆大額貸款，有的延期限還特別長，一出事這些錢就懸了。北京銀行也給了萬科44億的授信，萬科和他的幾個子公司一起借錢，如果母公司倒了，這些子公司也很難獨善其身。還有像中國銀行、農業銀行、郵儲銀行這些，雖然單筆金額可能沒有那麼嚇人，但加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而且很多都涉及到子公司和複雜的擔保，處理起來非常麻煩。哎呀，萬科的破產重整是萬科整體啊破產重整，它不會只是萬科一個母公司，下面子公司都一樣啊，跟着一起破產重整啊。參考那個海航，有一些地方銀行，比如上海銀行、廈門銀行，他們主要和萬科的子公司合作，比如物流和商業地產板塊。萬科這個大樹倒了，這些子公司也會元氣大傷，銀行借給子公司的錢自然也就難以收回。不要緊啊，這都變成最後破產重整啊，這些借的錢都變成持有萬科的股票，債權人變股東，沒毛病啊，一招化解呀。如果萬科真的倒下，這絕對不是某一家或某幾家銀行的家事，而是一場波及整個金融系統的大地震。從全國性的大行到地方性的城商行，從內地的銀行到海外分行，都會感受到劇烈的震動。這不僅會影響到銀行的利潤，更會動搖市場信心，引發連鎖反應，最終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影響大頭，對吧？歸根結底，反正跟我們也有關係吧，不是那麼直接啊，但是間接關係。所以我一直說這個銀行真是個奇葩呀，它居然股價不停的創新高。你說說，萬科躺下了，這銀行都變成萬科的股東了，能好得了嗎？萬科躺下，後面還有多少家要躺下？這銀行能扛得住嗎？所以說，銀行的股價還能創新高，這個恐怕也只有在這個胡市啊可以這麼操作，非常罕見，你不服是不行。這個科爾瑞地產研究發布2025年11月中國房地產市場分析月報，數據顯示啊，
說11月房企推盘積極性小幅回升，30個重點城市11月預期新增供應669萬平方米，環比增長16%。一線城市中，廣州階段性放量，環比翻番，4個一線城市整體預計供應面積149萬平方米，環比增長23%。其中，廣州單月供應規模達到了61萬平方米，因上月基數較低，環比翻番，同比增速也達到了4%。2、3線城市環比增長14%，主要得益於西安、蘇州、東莞、常州等地集中放量。不放量，那個庫存越來越多怎麼辦呢？对吧？地已經買了，你不開發，那得付利息啊，都是银行貸款。開發了你就得賣，不賣又有貸款。而且早賣对吧？你早賣，你越往後啊，那韭菜越少，能买得起的韭菜门可羅雀啊。这個是科爾瑞研究發布的這個中國房地產市場分析月報。最近網上很多人在傳言啊，這個民營的這些機構啊，現在已經不發布那種，一般的到月底啊，或者是1號，這個科爾瑞中指研究院呢，它就要發布那個房地產那個房企的銷售額和那個銷售面積那個排行，對吧？什麼1000億房企，每個房企上個月賣了多少？哎，據說這個數據沒了，不公布了。這都是小道消息啊，這個說又一個數據消失了。路邊社最新消息說，中國2家私營數據機構應要求暫停發布每月房屋銷售數據。這2家機構是中國房地產信息集團和中國指數研究院。目前這2家機構也是國內最大的私營房地產數據提供商之一，但是本月未公布11月份的全國100家最大開發商房屋銷售數據。這2家機構通常在每月的最後一天發布數據，這個月的數據缺失，不免引人聯想。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付費獲取這些數據的金融機構認可獲取，但前提是他們對數據保密。近期房地產行業動盪不斷，前有銀行下場直接賣房，後有萬科出現債務漲期，導致股債雙殺，股價和企業債券大幅下跌。萬科的這一出人意料的舉動加劇了整個行業的困境。此前，中國恆大集團、碧桂園控股等有限公司已連續多年銷售額下滑，並出現大規模違約。龐博諮詢高級房地產分析師克里斯蒂周一在一份報告中寫道，缺失的住房數據會加劇人們對這個舉步維艱的行業狀況的不確定性。11月份的數據可能會不樂觀。按照網友的說法，就是殺了會叫的公雞，天就不會亮。還有人說這就是開盲盒，對吧？交易。我記得我以前為了應對這個喋喋不休的胡適，對吧？咱是出過主意的，絞盡腦汁也是操碎了心是建議对吧？監管部門直接取消指數，你不顯示，大家就盲猜对吧？就買，你覺得茅台該多少錢一瓶对吧？一股該多少錢一股，你就下單買就完了，你別管上面成交價多少，這樣的話這個指數說不定它就漲。這個建議好像顯得荒誕不經。資本市場沒有借監，但是你看看樓市準備部分借監了，這不就是蒙眼睛嗎？你就盲猜就完了，開盲盒。你看有上海对吧？深圳這個20房掛牌量不讓你看，20房成交價不讓你看，不顯示了。現在你看到月底這些房企到底賣了多少房子也不讓你看。我记得有一年是吧，這個統計局直接就什麼青少年失業率对吧？直接就改个直接不公布，等到後來公布的時候，他就調整了口徑，改成了多少？18到24歲是吧？還是多少歲的非在校生？不過有一說一咱們有的時候也要客觀實際，也就是這個時候你公布那房企的銷售額、銷售面積也沒什麼太大意義。為什麼呢？你看你現在一公布首先這個數字和那個前10年那個烈火噴油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數據沒法看了，這第一個第二個，你這再一看排前10的全是央企、國企是吧？這個有礙觀瞻，容易讓這個不懷好意的人拿來做文章。以前排在前面的前10名的都是民營房企你看恆大、碧桂園、融創等等，萬科也排在裡面，但是萬科那個人是管理層說了算呢，你也都不知道他是國企還是民企，搞不清楚对吧？身份待定，性別待定你看現在清一色的都是央企、國企在前面，容易讓人誤解，說你這個又是在玩國進民退是吧？對吧？把這民營房企都搞死了，最後剩下都是央企、國企，然後他們獨步天下，對吧？就多少會讓人產生這種誤解嘛。這些數字肯定是一個月比一個月難看。實際上我還是希望它是傳言。科爾瑞中指研究院該發布還要發布。那按照傳言呢，你付費是可以看的，
金融機構這些券商，對吧？你付費買，但是不能向公众披露，要搞神秘主義。你越這樣，實際上越給市場造成恐慌，對吧？沒有什麼比透明更好的，坦坦蕩蕩公之於眾，不要搞那個此地無銀三百兩，对吧？所以該發布還是要發布啊，只不過就是要求這些數據啊越來越準確，對吧？越來越具有參考性。這個據說啊，這個房地產火的時候，各個房企啊，為了自己的排名，那也要上一些手段啊，对吧？也数据造假呀，或者是这个贿赂啊等等吧，对吧？这樣好把自己往前排啊。你排的越靠前，你的名頭越響，名頭越響，你拿地融資賣房子都佔便宜，對吧？你是全球最大房企，那代表的就是信譽啊，銀行你就能貸到款了，然後你這個賣房子好賣啊，這消費者就認你啊，你最大嘛，你最厲害，拿地也好拿，地方政府就巴結你，看你世界500強排第一，那政府都巴結你，是不是啊？所以說，那你想想這個上這個榜排名靠前，恐怕除了這個真實的實力之外，恐怕還要動一些這個非正常的手段，對吧？這個也是一些弊病啊，詬病。但是我想現在估計沒有一家房企說掏錢，你給我上榜往前排，犯不着了。但是就是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啊。這個中國房地產報報道啊，說天津117大廈終於有人接盤了，說停工近10年，命運多舛的天津高銀金融117大廈終於迎來了歷史性轉折點。11月29日，京東資產交易平台一則成交公告宣告了這座曾規劃為中國結構第1高樓命運走向。高銀地產名下包含117大廈、商業群樓、住宅區等6個工程項目及對應的土地使用權，以86.67億元底價拍出。這場拍賣過程極簡，僅有1人報名，一次出價，卻處處顯露其特殊性與複雜性。拍賣遵循破產清算程序，競拍規則中明確注明不支持7天無理由退貨。86.67億元交易款中並不包含項目後續復工所需的安全建設成本。此外，所涉6大地塊均存在查封情況和扣押，部分建築存在未完成報建手續等問題。接盤方天津天信華創集團從公司成立到完成這筆重磅交易，僅用了9天時間。這家看似臨時成立的公司背後，站着中建3局、中建8局、中信銀行等多家央企、國企巨頭，預示着此次接盤恰是一場精心籌劃的重組序幕。那這個說明什麼問題呢？實際上，這個也就是這個117大廈啊，破產清算，這個資產現狀拍賣。你看，老的主人出局，新的主人，對吧？組團來了，把這個接下來86個億接下來，這個86個億就是破產財產分給原來的債權人，那原來債權人得走人，對吧？你能分多少是多少。實際上這個就是破產清算啊。然後新來的主人呢，這個成立了9天的公司，對吧？拿着錢來的，組團來的，接着蓋不下去，接着破產，就這麼個事啊。所以說這個117大廈還是117大廈，還在那兒杵着呢，只是不停的換主人，對吧？你接下來了，你玩不轉，那你就破產唄。所以像極了萬科啊，也是萬科還在那兒杵着呢，但是下面的債權人股東不停的在變換，也就是萬科走的路就是117大廈這個路啊，資產就盤活了啊，該拍賣嘛，照樣有人接盤啊，不要擔心沒人接盤，沒人接盤就把那個爛尾工程給它炸了，然後那個地重新拍賣。這種由主要債權人牽頭，通過司法程序完成的重組模式，也為當下高效化解此類超大型歷史遺留項目風險，避免國有資產流失提供了可行路徑。那有人就說了，萬科要是破產重整，那是不是深圳地鐵就占便宜了？不是這樣的啊，深圳地鐵也是第一大債權人呢，他220億嘛，很有可能啊，不是第一大債權人就是第二大債權人，他也是大股東，到時候破產重整，債這塊220億要消掉，這就是他的損失。220億可能變成股，對吧？他的股份也增加了，但同時因為你要引入新的資金又要給人家股份，所以你要增發，對吧？要資本公積轉贈股本吶，十送十，這一頓稀釋，深圳地鐵很有可能被稀釋成2股東，第一大股東就是帶着錢進來的，這就是最好狀況。看看海航的重組破產重整啊，所以粗略的算一下啊，深圳地鐵在這一次未來的啊這個破產重整中，恐怕它的投入啊要腰斬，這算好的啊。樓市低迷啊，也導致這個房產中介日子難過，對吧？前不久傳出這個貝殼裁員30%，我記得恆大暴雷的時候我就已經說了，對吧？做房產中介的趕緊改行啊，年輕人啊，就是你剛進入的，你趕緊改行，來得及，對吧？就是那些幹了10年的，那你就耗着吧。
你有客戶剛入行的，趕緊改，沒必要在這浪費時間，對吧？它這個往下走的一個行業，好的時候年薪100萬，現在呢只有底薪幾百塊。而且我可以這麼說啊，負責任的說啊，這些房產中介啊，就是年薪100萬的，現在恐怕也是負債。你想一想，這些房產中介他總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他認為他懂房子，會就淹死的都是會水的。所以說他們賺錢的時候啊，恐怕多多少少自己都買房，1套2套往下買。很多房產中介就這樣啊，他覺得這房子好，他看上了，他各種手段把它買下來，結果現在也是套在山頂上。你想想，這樣的房產中介還少嗎？房地產行業賺的錢，房地產行業花1分別想帶回家，對吧？這樣的故事很多啊，走房產中介的最後被套，对吧？有的買了1套房不過癮，買2套房，買了2套不過癮，買3套，在上海買的不過癮，跑到老家縣城再買1套，对吧？或者老家地級市又買1套，最終把自己套死了。這很多房產中介是房吹，不就這麼來的嗎？因為他手上好幾套房啊，炒房子啊。我們再看啊，現在各地啊救樓市也是沒閒着啊，不管管用不管用，先救再說啊。這個南寧啊出台政策，什麼政策呢？說新婚購房按每套2萬元給予補貼，3孩購房補貼6萬。這個年輕人結婚啊，你結婚買房子婚房，政府給你補2萬，你要生1個孩子，对吧？補多少？3孩子給你補6萬。你看啊，通知明確，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以及這2年裡面啊，取得結婚證，並於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間在南寧市購買新建商品住房的，按每套2萬元給予購房補貼。對多子女家庭來說，2025年12月1號到2026年3月31號，符合國家生育政策的2孩、3孩購買新建商品住房的，分別發放3萬元、6萬元購房補貼。也是誠意滿滿啊，但是不知道這個效果怎麼樣呢？你看常州啊，財聯社12月1號報道說，這個多城正密集落地新一輪購房補貼政策，其中常州最高可提供購房資助20萬元。今年至今，已有杭州、武漢等100個市區加大購房補貼力度。這個咱們以前就說過了，對吧？你的救樓市的工具箱裡面就剩下補貼了。早發購房券呢，我估計2026年恐怕就有了，就是购房券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啊！政府直接给你发10万、20万的购房券，你買房吧，買房直接当钱用，開發商再給你補貼10萬、20萬的，對吧？這個導致房價啊打6折、7折，那買的人就有了。這個常州啊，最高資助20萬呢，也還算可以，力度還可以再大一點。我看有網友啊，他提供了一個觀察經濟好壞的一個角度，這個角度也挺新奇的啊。所以說，處處留心皆學問呢。說據他觀察啊，在那個口罩之前，也就是2020年之前，說他們家那個住宅樓下車庫裡面，住宅樓下車庫裡面，上班時間基本上是空的，就停着幾輛車。什麼意思呢？那不就說明大家開車去上班去了嗎？出去了嘛，所以那個住宅樓在上班時间，住宅樓楼下啊，他说80%以上的車位都是空的。2020年之後，他说車庫裡面的車啊逐漸的增加，一年比一年多，就上班時間那個車也越來越多了，那就是意味着出去上班的人越來越少唄。到去年，也就是2024年，他說上班時間車庫裡面80%都停着車。他說今年到說今天中午1點，他說他這個住的這個小區樓梯附近這個區域，也是一般都是地下車庫嘛，挨着樓梯近的，對吧？說只有3個車位是空的，其他全停滿了。你看看，是不是說明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对吧？都在家待着呗，車不就停在車庫了嗎？2020年之前，那你要上班時間那個住宅樓下面都是空的，沒車位，沒車停，对吧？從這個也能觀察到你這經濟是什麼個形勢啊。所以很多人都老說啊，什麼北京感覺大家人少了，恐怕都是這個原因啊。那這不失業的在家坐着唄，玩遊戲、刷抖音。大家如果留意的話，可以觀察一下自己這個住宅樓下面停車位上上班的點，對吧？車停的多不多，和以前有沒有什麼變化，就也能感覺到，對吧？不能說總是覺得別人在唱空經濟啊，自己多體會體會，對吧？親身感受，對吧？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